藝人胡杏兒嘅老公李承德早前被拍到響夜店攬女之後，杏兒先又響社交網上載兩個人嘅合照同埋視頻，但係兩夫妻嘅感情似乎就完全唔受事件影響。日前，杏兒更加響社交網上面發佈咗最新嘅視頻，兩個人早前應朋友之邀請去到敦煌玩，享受二人世界。片入邊兩個人出發嘅時候都以黑 T、黑帽同埋粗框眼鏡上陣，唔單止襯到絕，期間仲不時面貼面、手拖手散步，表現恩愛。杏兒仲留言話佢哋都係第一次去敦煌，飛機落地之後睇到無盡嘅沙漠先至有咗實感，而佢哋住嘅酒店超級靚，又有西北味道，推窗就有大漠餘暉，而且仲發現沙漠原來唔熱，反而仲有啲涼爽添。佢仲話當地嘅掌燈儀式好有氣氛，佢亦都不忘為家人許願求平安，仲睇埋飛天舞蹈，大讚呢一趟旅程非常值得啊！而網民亦都留言話杏兒不愧為香港小姐，又靚又優雅，仲讚佢老公都好靚仔添。玩得開心就好啦，兩夫妻可以暫時放低啲是非，盡情咁享受下旅行之樂啊！